你来钱就跟我买。你别钱就跟我要一张。你买一个多少好的？妈的，你租界的烧烤店了是，俺们他妈这个刚才当时也是不少的讲。啊。你租界的接了哇？没有。俺们北京的跟我这个租界的接。没有。来听俺们他妈当时也。啊，老的来听俺们他妈当时也是。啊，你来你钱就跟我也是。可以啊。对。你肯定钱就跟我要一张，那苹果了嘛，这个路价嘛，怎么一个跟我写嘛也是。啊。那还不够吗？我的小朋友弟弟，你年小朋友嘛，送到台上了，那苹果了嘛，这个路价嘛，怎么你给跟我写嘛也不行。啊，是不是？别个刚才当这个小朋友来跟我写嘛也。这写的年小朋友就要跟我提干了，苹果了嘛，这个路价嘛，怎么就跟我写嘛也不行。切吧，那跟我写嘛也不行。切吧，别的路是开没不行。啊。别的路是开没不行。这个。当时当这个小朋友来跟我接触的，年小朋友跟女人要跟我的小朋友打路一不行。那干嘛呢？那怎么这小朋友心里就没人可以的？那怎么这小朋友都谁可以就那个？苹果了嘛，这个路叫我这个路年小朋友要搞啊。那苹果了嘛，我叫你这边我可能小朋友搞的气势。我给予你包装了，跟我讲一块的钱，我是真的多。本来你看，这个是一种，你多，你这很多这个50来个光钱的，这钱没给，这50来个光钱把你钱没给。但我说这边有个就你这是，就到本来有70做个把的呀，如今被骗了，知道吧？ kita pernah yang sesuatu itu bagaimana? Tak, macam ya. Atau jadi terjadi ya. Sesuatu bagaimana? Sesuatu. Sesuatu cuma diam saja. Lah, kita pernah yang sesuatu bagaimana? Pernah yang sesuatu bagaimana? Sesuatu. Dia kalau jadi kita pernah yang sesuatu cuma main pada. Sekarang jadi dia kalau jadi diam saja. Tak, macam ya. Tak, mari pada ni ada jenis. Dia kena你的钱呢？第二嘛少把车集中，来，你看去，我把你跟人混也是，第二嘛少把钱，第二就是第一把把的呀，那你好了，他们多了，那个人这个就是他们买的把头，呀，第个人我不见得我就把了车集中嘛有钱。现在可能在刚才当地街，第一就是前面的第一个那些车集中多有吧？大把路，那些人跟我就是他们买的把头，那些人把了。 高价把你千万的，这就他就天天参与是，那么可差，那个人真是的，不要买了，你看他们，平均来个人老实的，来啥子了？来啥的，来你哪里就不买了，基本钱还平均都没买了，平均来平均，我们不买了，高价出来了，你说的我在帮你交钱了，平均来的，一个人这个买的，你一个人往里差了，我是不说了。 这件来提前啊，我的台湾那么忙碌的把你给我加一把菜送来啊，这件来的，我都点个菜去做个买把你是个人往里差他，我告诉老百姓，你是个人往里差他，不错，这个吧，应该这个，差吧，老百姓，高银子呀，我那说马里巴给过年行比零啥比今年你把这个让了呀，那谁给等的把钱过着没把他。 你那现在说话那些这个把这个啊嘛，马公呢，天天那些天天的学习，呀，平时理解过年行的，呀，完了说你这天天呀，把这根本他比天天的，呀，那些的效果没把他，那当然，那些的天天写的，呀，那些天天那些天天，那些的天天写的。 呀，完了说，马里巴给过年上的平时的零啥币，那个零这个呀，把这狗嘛他呗，呀，那些的小狗没把它。你好。